自從1月我決定每個月開一次直播，即係1月、2月、3月、4月、5月呢幾次直播，基本上圍住我我開鋪啦，我啲貓啦，我生意係點啦，我呢個真人 show 嘅人生遊戲行成點啦，咁一直都係講呢啲嘅。咁但係其實我原生呢個 channel 一開，仲有一個 topic 就係講移居日本嘅資訊嘅。即係例如你哋經營管理簽啦，又或者一啲在日港人一啲真人真事嘅經歷啦，又或者出 visa 啦，即係搬過嚟等等嘅真實體驗。咁好啦，今日終於都有啲資料太見，忍唔住要講。咁所以今晚嘅話題圍繞4個話題。第一個話題就係而家日本最新經營管理簽申請進度，即係用咗幾耐時間啦，裡面發生啲咩真實個案分享。第二個 topic 就係香港人。有一個香港人係我認識，竟然係出到一個5年嘅經營管理簽啊，係得一個啫 ，OK？ 而佢頂咗1年啫，頂唔順。咁我想將佢嘅故事，即係或者我睇到嘅嘢，用我嘅眼光話俾你聽，佢呢件事我嘅感受，或者我奉勸奉勸大家想申請經營管理簽嘅人應該要考慮啲乜嘢。咁另外咧，我哋就身邊有個真人真事，好黐線。激平咁樣喺小樽買咗棟都幾舊嘅屋，應該咁形容，一間算舊嘅屋，但係附帶一間超級無敵舊嘅屋嚟開民宿。但係如果無論點樣計條數咧，以佢本身嘅 background 咧，的確係一門非常之可觀嘅生意嚟嘅，係啦，就唔係普通開民宿或 share house，裡面有少少巧妙嘅地方。係啦，咁我轉頭會講。咁另外就係我一直想講嘅嘢，一直都未講，就係我呢間貓 cafe。一個在日港人喺日本創業開一間貓 cafe，其實係總費用用咗幾多錢嚟開業嘅咧？我從來都未講，但係我一直都想講。咁我逐樣嚟啦。嗱，首先我講咗今日第一個 topic 就係講而家經營簽最新鮮滾熱辣嘅 information， 係啦。非常新鮮滾熱辣，包括我自己。我而家淨係有北海道嘅資訊，又唔好意思。我想問，如果你有大阪、東京嘅資訊，就話翻俾我知。咁北海道有3個人申請經營管理簽啦。咁第一個人咧就申請經營管理簽，就等咗5個月，係突然間5個月之後叫佢補資料。例如補啲咩資料咧？例如你要寫一紮理由，你條數係點計出嚟？點解會咁計？每個你係點樣 count？要再解釋。咁啊，又或者係有啲總之就補咗啲相嘅，即係你間鋪某一啲 detail 你要影相咁樣，就5個月嘅時候就叫佢補資料，經營管理簽嘛。然之後等咗2個半月，即係 total 7個半月就出咗呢個經營管理簽。咁而家批呢個 COE 咧就好簡單嘅，只係收封 email。咁你收完呢封 email，你就第2日已經可以去香港北角嗰度攞齊你 passport 啦，影咗相啦，跟住就填嗰張即係咩你公司咩保證人啊啲資料啊嗰堆嘢。咁就可以等佢出，即係北角貼嘢落你嘅 passport， 即係你嘅 passport 要俾佢嘅喺北角嗰日，就等佢貼落去，你就可以攞翻個 passport。嗰個 passport 之後咧，就3個月內你要入境日本咧，就攞在留卡，你就正式經營簽開始。全部人都係咁噶啦。咁而家係北角係快到咧5日啊，唔係講5個工作天，係5日啊，即係話。我20號交，25號就攞到，就算裡面有星期6日，佢就會有個 email 俾你，話俾你聽，你搞掂啦，你嚟領啦。咁呢個係而家嘅 information， 近期 information。咁我唔知係咪而家香港全部大約即係咁樣去北角簽都係咁快啦。咁總之我收到 information 2個都係咁快。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我 partner， 即係呢間貓 cafe 嘅 partner。咁咧我就10月中就交申請嘅，咁佢就一直乜嘢消息冇嘢變。就一直等足7個月，就係我呢間鋪嘅 partner 啦。咁即係話佢係以呢間貓 cafe 嚟申請經營管理簽啦，連埋佢嘅配偶，咁就經營管理簽加一個家族制裁嘅簽證。咁就7個月就正式批咗。咁啊7個月後收到 email， 第2日去北角。咁經營管理簽咧，大家都有一個疑問嘅，就係話你持有嘅股份要幾多 percent？入國管理局至會批你個經營管理簽。呢一番説話憑好多人口中都有咁講過。咁我亦都問我行政書士，我行政書士查咗好多資料，佢都好肯定話冇
入國局係冇指明要你手持幾多 percentage， 或者要點樣嘅 percentage 先至會批你經營簽嘅。OK， 而我頭先嗰兩個 case， 即係包括第一個等咗5個月補資料7個半月批嗰個，還是我 partner 都好，呢兩個人冇一個，呢兩個人係冇一個公司股份持得多過50%。OK， 即係冇多過一半，兩個都 OK。咁所以股份個 percentage， 有人話喂，唔係喎，你要有70% 你先可以出到經營簽喎。呢個講法可能係唔成立。最少而家有兩個 case， 代表取締役佢係社長，而佢持有嘅股份多過50%，呢兩個人都冇咯。呢兩個人亦都喺北海道已經批咗經營管理簽。呢兩個人都係北海道嘅入國管理局處理嘅，係啦。咁我唔知你東京、大阪而家嘅情況係點？咁7個月、7個半月算唔算好耐？咁第一個咧係揾日本人，係啦，係一個日本人嘅書士嚟嘅。咁首先你揾呢個日本人，你要識日文啦，而有好多嘅理由同埋個故事內容同 background， 其實係個本人，即係嗰個香港人係識日文嘅，勁過我 OK。咁所以佢係識日文去揾一個日本嘅書士幫佢申請經營管理簽。咁而裡面嘅理由書啦、內容啦、餡啦，基本上好多嘢都係呢一個香港人自己 prepare 俾呢個日本人嘅啫，就唔係另一個做法。另一個做法就係我 partner 啦，我 partner 就揾我用開嗰位行政書士，即係我話你非誠勿擾，我唔介紹俾你㗎啦。如果你真係有心，我先介紹俾你啦。咁佢啦就係一個澳門自己考咗行政書士嘅澳門人啦。咁佢就幫我 partner 去申請嘅。咁所以佢兩個對話係廣東話嘅，同時間係加埋我 partner 嘅老婆啦，係啦。咁即係佢加佢老婆就揾咗我而家嘅行政書士去幫手做申請。咁佢個內容咧係廣東話，而呢個書士係幫佢自己出翻晒日文嘅資料啦、理由書啦、申請嘅所有。咁呢兩個 case， 一個就係日本人 case 要識日文，一個就係我用開嘅行政書士就廣東話，就去幫佢解決晒。咁呢個咧就30萬 yen 嘅啫，好似係28、29、30，總之就唔多過30，即係日本人嗰個。咁呢個咧係一個香港人加佢老婆，就講廣東話，啲嘢處理晒。呢個價錢就44至47萬 yen 嘅，好似係啦。咁當然家族製在都要收錢噶嘛。咁呢一個 range 44至47萬 yen 裏面就有個講廣東話嘅人幫你處理晒所有，即係連翻譯連所有啦。你唔識日文咁樣啦，連埋個老婆咁啦。咁兩個 case， 咁有呢兩個客觀嘅 case。咁我咧啱啱續簽完，啱啱琴日就去完入國管理局就攞我最新嘅在留卡。咁我咧就好期望係得到3年簽嘅，老老實實。即係我會覺得我賺錢啦。今年無論我 video job 又好乜都好，我寫出嚟嘅數係賺錢啦。第一，第二就係我都唔知啦。咁我開咗呢間 market cafe 算唔算係我 business 有再擴大，定係我賺更多錢？咁我唔知佢點諗嘅。咁因為我由東京搬咗嚟兆津，我 office 我住啦，我成個 business 成個經營管理簽啦，連入國管理局要處理嘅嘢都搬咗去北海道啊嘛，而家。咁我就等於重新交過一次你哋想當日經營管理簽申請嘅時候要交嘅嘢啦。我要交多次我租 office 嘅合約啦，因為而家喺北海道兆津。我 office 嘅樣啦、個相啦、個 office 裏面係點啦，擺晒台擺晒嘢啦，個信箱啦，所有 detail。我期望有3年簽，但係最後因為你個簽證要去到攞個卡嗰刻，你先知係幾多年嘅。咁就冇啦，1年係啦，即係我今年都係1年嘅續簽嚟嘅啫，好失望。究竟點先可以3年簽？係啦，咁好失望啦。咁我而家1年簽證啦，經營管理簽。咁因為我有沖繩嘅朋友，佢係交福岡嘅入國管理局㗎嘛，佢哋話有人續簽係快到咧1日啫喎，今日交聽日批喎，都係1年簽啦。我以為我續簽好快㗎啦，我係5月20號交，唔知6月10號已經批咗嘅啫，快到爆炸，即係比前嗰幾年係快㗎嘛。點知原來有人快過好多，有人係1個禮拜，有人係1日咁樣咯。即係今年我哋經營管理簽續簽係勁快批，超快。而家最新嘅 information 啦，係呢幾日嘅 information 嚟嘅。咁好啦，講起幾多年簽證，而家去講第二個 topic。喺我身邊有一個人，佢係出咗5年嘅經營管理簽，除咗佢，我係冇聽過有第二個㗎啦。俾你哋知道
簡單啲講就係你唔好諗住經營簽好舒服先得㗎，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名堂。佢唔係揾我嘅行政書士，佢係揾一個日本人嘅行政書士 ，OK？ 即係唔關頭先嗰兩個人事，係另一個全新嘅行政書士同埋全新嘅 case。而家抹晒頭先講嘅嘢，總之一個新嘅 case。有一個香港人嚟日本，而佢嘅經營管理簽證係出到5年，我淨係聽過佢出到5年嘅啫。佢個 background 係好得意嘅，佢係一個年輕人。肯定係唔夠，即係當佢申請經營管理簽證嘅時候，肯定係唔夠28、9歲嘅，好年輕嘅一個年輕人。佢個 case 係非常之特別。咁佢咧就讀書又做咗應該2、3年 full time 嘅啫，唔係喺日本啊，講緊喺香港啊。總之佢喺日本冇做過 full time，冇做過生意，淨係嚟咗日本讀書。咁佢嚟日本讀書啦，就讀啲專門學校。讀完書佢畢業，就應該係揾唔到嘢做或者冇揾嘢做，就諗住經營管理簽。佢 background 就係一個後生仔，冇足夠嘅金錢，冇足夠嘅生意經驗，亦都冇足夠嘅工作經驗。OK， 只係嚟咗日本讀書，讀完書申請經營管理簽，而申請經營管理簽寫到嘅內容係跟佢專業嘅，即係佢專門學校專業讀嗰樣嘢係關聯嘅，淨係因為咁啫，就唔知點解，真係唔知點解啊！係出咗一出啊！即係你知啦，要攞到張在留卡先睇到個年期噶嘛。佢一攞嗰下就係5年咯，勁驚人呢個 case。幾多人想做唔到？唔好話5年啦，我哋幾努力想出3年都未出到。咁好啦，佢攞咗呢5年，佢就諗住，咦正喎，一出5年，係人都咁諗啦，我都覺得正。喂正喎，我都想要啊咁啦，係人都想要啦，即係經營管理簽嗰啲個個都想要。咁因為佢太後生，咁第一年。基本上佢又唔識做生意，佢又諗好多可能性去嘗試，咁亦都唔夠資金啦，因為佢冇彈藥噶嘛，佢只係一個年輕人 ，OK。咁所以嗰一年佢係用好多心機、時間、努力去嘗試佢以為喺日本可以令佢有收入嘅嘢啦，但係奈何真係揾唔到錢咧，係啦。咁1年過後咁點咧？雖然佢唔使續簽，佢5年至續簽啊嘛。但係每一年你都需要出決算書啦，你都需要報稅啦，每年你都要寫住你間鋪租幾錢、水電幾多錢、你嘅開支係點、你收入係點，即係你要有齊1年嘅資料。咁第1年過去呢堆嘢要交，第1年過去整呢一堆嘢嘅人，可能你要揾稅理士，我當使20萬英，咁我唔知啦。咁啲錢要用，咁然後報晒稅、報晒嘢，就算你你蝕錢啦，冇揾錢，你都要交咩市稅、縣稅、法人稅，全部要交錢。嗰啲倒水咁一嚟冇咗30、40萬英。第1年完咗之後，佢發覺唔掂喎，自己又未賺錢，唔掂喎，啲所謂 office 又繼續俾錢，即係嗰個 office 租所有嘢，咁佢未揾到錢啊嘛，係咪？佢亦都冇零彈藥啊嘛，佢咁後生。又冇正式翻嗰一段長時間嘅 full time，咁點算？咁佢就唔得啦，我要揾工。佢不停好努力咁揾工，佢要人哋請佢出 working visa。佢終於揾到一間公司肯請佢，亦都有出 working visa。咁所以佢放棄咗經營管理簽，就出 working visa 啦。咁我理解佢而家出嘅 working visa 應該就肯定唔係5年噶啦。咁總之佢 working visa，而家佢每個月係鬥人工，乖乖地翻工，就喺日本生活嘅。今晚講啲嘢全部真猛料嚟嘅，即係無論係經營簽申請嘅幾多時間啦、內容啦、percentage 所有啦，亦都有一個真人真事嘅 case，佢5年簽嘅結果啦。好啦，而家亦都另一個真人真事嘅 case， 嚇死我呢個 point。咁咧喺小樽有一個人，咁你知小樽有好多空置嘅屋噶嘛？咁有一個人竟然揾到一間屋啦，咁就好得意嗰間屋，有一半我唔記得幾大，你當800尺，然之後另一半係大過呢個好多嘅，你當800尺同1300尺咁啦，兩間屋嚟嘅 ，OK， 真係一埲牆2對門，但係兩間屋係黐埋，一間新啲，你當30、40年樓，一間舊啲就係1000幾尺嗰間啦，都係咁多層，3層好似係啦。呢一間嘢2間為之一嚿嘢賣，你估下賣幾多錢？嚇死你！爛晒㗎，舊嗰間係
天花 check 過冇爛冇剩，但係即個建築外面嘅天花冇爛冇剩，但係你而家見到嘅天花所有嘢係滴水，即係裡面即係已經壞到有啲水整爛晒天花，地下爛晒、翹起晒，乜都好乸舊爛 Q 晒嘅咁啦。咁為之一 set 咁賣俾你，個價係300幾萬日元，即係簡單啲講，你當18、9、20萬港元內買到呢一堆呢一 pair 屋，好恐怖！2000尺可能加埋應該係嘛？3層，有人買咗呢間屋，而佢平個價平到咁係驚人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出邊應該有6個車位，喺北海道喺小津，應該全北海道都係啊，車位係非常之緊要，尤其是冬天。即係可能你住一個民宿，如果嗰個民宿冇車位，咁點算啊？揾車位係極難㗎，係啊，咁所以有6個車位，仲有咁嘅 size，賣300幾萬yen。總之你當18、19萬、20萬港幣買咗呢2棟嘢，咁好啦，問題嚟啦。咁佢諗住呢2棟嘢全部裝修咧，佢就預400零萬yen嘅啫，呢個係佢心目中嘅價錢。咁即係話 total。300幾、400幾，咁你當400、800幾萬，800幾萬yen可以將咁大面積、咁大嘅加6個車位成為一個民宿。咁佢就 check 咗㗎啦，呢棟嘢係可以申請民宿嘅牌嘅。咁好啦，咁而家佢做咩咧？喂，咁平買咗唔執住啦，淨係將新嗰棟成棟租出去，一租就長租啲嘅，即係例如租15日、20日、1個月俾嗰啲人。咁又好得意喎！呢個人嘅 background 係好得意嘅，佢本身就有幫手管理某一啲喺小津嘅民宿，咁所以佢慣性地有固定嘅客或者有 refer 嘅客嘅，咁所以當呢一棟嘢啲相啊 video 一擺出嚟有得租嘅時候咧，佢好快已經有人肯租1個月、2個月咁樣啦。咁你知㗎啦，一啲遊客嚟㗎嘛，遊客你要租1晚2晚你都8000、1萬yen係咪？咁所以1個月其實係30幾萬yen㗎嘛。但係嗰棟嘢可以住好多人啊嘛，即係嗰棟嘢係1、2、3、4、5間房，即係嗰棟嘢啊有5間房咁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咁多人住1個月喎，佢只收佢40、50萬yen咁啦，當40啦，40萬yen咁除翻咪好抵咯。咁所以人哋租成個月，咁佢已經有 booking， 啱啱新買都唔知有冇3個月就已經有 booking 㗎啦。即係佢執翻晒裏面要擠咩民宿用嘅嘢咯，有床單床啊，即係水煲啊、嗱喳喳，總之你日用要用嘅嘢擺晒落去咧，佢就可以住㗎啦咁啦。咁所以佢已經有單，咁啊嚟緊，因為而家6、7月夏天人租，跟住就冬天㗎啦。咁所以呢度好快會令佢回翻晒去買呢2棟嘢嘅300幾萬yen，好快，極快，應該過完個冬天，即係過完下年嘅3月。嗰嚿錢應該全部喺翻度，係咪好恐怖？然後呢嚿錢佢咪就可以攞嚟執隔離嗰間咯。咁隔離嗰間就勁啦，隔離嗰間咧，因為我親自去睇過嘅，隔離嗰間又大啦，又闊落啦，佢可以做2種形式嘅嘢，因為有廁所同廚房間隔嘅問題啦，睇佢點執啦。佢可以將成層 family 式咁租出去，例如3、4個人租一層，然之後其他咧佢就可以間5、6間房。就 share house， 咁所以大嗰棟嘢咧個作用好大，係啊，加上有6個車位，咁呢個人咧，如果佢搞掂晒下年啦，即係今年淨係夏天同冬天租出去，翻嗰啲錢裝修隔離，咁呢2棟嘢嚟緊會幫佢滾好 Q 多錢，好恐怖，好恐怖。但係咧嗱，而家個問題出現啦，呢一棟舊到咁樣嘅嘢。400幾萬yen係咪真係執到啊？係咪真係可以搞得掂爛晒嘅嘢先？咁如果唔得，最後要執1000萬yen，咁條數其實咧都係有數為嘅，除非冇人租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 business 非常之有可做成。我係一個在日港人，我叫阿 Sa 啦。咁我而家喺日本開咗我自己嘅貓 cafe 喺北海道小津。咁呢一間鋪由上年10月正式簽租約，到我正式開業喺1月嘅試業啦，咁就正式開業，咁即係由10月、11、12、1
呢幾個月，連埋2月中啦 ，total 所有嘅開業，喺日本開一間貓 cafe， 到底要用幾多錢咧？咁咧，我呢一間鋪 total 係1300尺，喺北海道小樽比較旺旅遊區嘅一個位置，就好彩地呢一間鋪嘅鋪租係非常之平。咁但係因為我喺北海道，而呢一間嘢亦都好多不足，咁我喺裝修同冷氣 setting 上亦都遇到好多問題。咁首先呢一間鋪，我租嘅時候就要俾啲訂金啊、租金啊、上期下期啊嗰啲啦。咁而呢一間鋪裝修最後翻嚟係用咗500萬日圓，淨係計裝修。裝修嘅意思真係拉水電啦、鏟咗埲牆啦、間房啦嗰一堆嘢，用咗500萬日圓，即係整過晒個廁所啦。呢一堆全部500萬日圓，140萬日圓冷氣俾人呃咗啦。整冷氣160萬日圓，我對貓像係特登訂做啦，跟住有個菜前箱，即係俾人祈福嘅前箱，跟住我招牌啦，跟住我攞咗 copyright， 即係嗰個 logo 係有 copyright， 全日本得我哋。廁所啦、屎塔啦、洗手盆啦、熱水爐，所有咁啊，包括埋裡面有好多係我 partner， 係因為咁嘅。我呢邊日本做太貴啦，佢喺香港同中國幫我聯絡同埋處理，咁嗰邊嘅錢係佢俾住先嘅 ，OK？ 就唔係喺我哋攞出嚟投資落呢度嘅錢使嘅，咁就我爭佢錢嘅。咁全部計埋，成個開業一個1300尺，冇廚房，冇整個廚房啊，淨係拉一啲必須嘅水電，冇基本上唔必須以外，全部用翻晒舊嘅。有好多門咧係冇換嘅，其實用翻晒舊嘅。總之裝修、家私、電器、貓，所有連擺設、連招牌，用咗 total 1550萬日元嚟開呢一間貓 cafe， 1550萬日元，即係幾多錢港幣啊？8585萬港幣咯，成間鋪。非常 over budget 對我嚟講，我原身我自己預啦，唔多過1300萬日圓嘅，係啦。咁而家係1550萬日圓，只開到呢間鋪。咁大家點睇咧？裝修好平，500萬日圓係好平，未計冷氣。你計真實計冷氣就係500萬日圓加160萬日圓，就係裝修連冷氣啦。我上次見到5個男仔定6個男仔。淨係行入鋪頭轉個圈揾骷髏影相同帽去啊嘛，跟住我就話：喂，下次帶女仔嚟貓 cafe 啊，記得咁咯。哦係喎，講起貓 cafe 有冇睇啊？貓 cafe 趣聞之前咪有提過一個男士咧踩場，然之後帶咗一個女仔嚟，跟住下一次係帶咗另一個女仔嚟嘅，係啦。佢係第一個客人儲，因為我有個 point card 嘅，即係有個卡仔，每次嚟就寫個日子，咁儲夠5次咧，你就可以平500日圓，第6次可以平500日圓咁啦。咁佢係唯一一個儲夠咗嘅，咁而佢最近嗰2次嚟咧係冇女嘅，得佢一個嚟咁咯，好搞笑！我仲記得佢第一次嚟帶一個女，第二次好快，第二次嘅時候帶第二個女咧，我即刻我呆咗，俾唔切反應。咦，睇嚟我哋個場俾佢得閒就帶新女嚟嘅咯，咁咯，好搞笑。我呢度唔係全部都浪浪嚟嘅，老老實實係啦，有啲貓係有其他原因我買咗翻嚟，係。咁總之就佢哋而家以後都喺度成長，一齊成長。我見到佢哋好開心同好幸福係真嘅，即係我會覺得佢哋而家住喺度係上天安排佢哋過嚟。7月12號晚，日本時間10點鐘，香港時間9點鐘見。拜拜，拜拜，邊啊？拜拜。